参见皇后娘娘。皇上的病怎么样了？臣无能，恐怕撑不过今晚。我听闻最近的老东西病情越发加重，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现在动手是我们的最佳时机。去传太子和二王爷进宫，就说皇上病危，将二人送来觐见。老奴遵旨。皇后，看来时机已到。哥哥，你去御书房把诏书拿来，然后通知御林军吧，准备行动吧。是。妻儿，是你逼母后这么做的。奉皇后之命，待太子殿下觐见，其他人等不得入内。大胆！太子殿下在此，谁敢放肆？算了，既然如此，带路吧。殿下，这……放心，你在这里等候，不得轻举妄动。尊上，宫里果然有动静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早已准备妥当，只等尊上一句话了。好，告诉他们即刻行动。都给我让开！我要觐见父皇。还请王爷息怒，属下也是奉皇后娘娘口谕，任何人不得出入宫门。父皇病危，为何连宫门都要关闭？为何连我都不让进？如果只是宣三哥觐见，可能因为他是太子也就罢了。可是母后也同时宣了二哥进宫，不好，三哥可能有危险。青柔，你来了。沈延琪进宫很久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我担心他出事，就过来了。我也是为了此事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父皇病危，我要尽仁孝之道，你给我让开！还请王爷不要难为属下。这可是当今四皇子，难道你们就不怕株连九族吗？走，让开！母后，萧儿，父皇的身体如何呀？你父皇恐怕是不行了。我这个时候宣成儿、琪儿前来，是要宣布废太子之事。本不想让你牵扯其中，可谁知你偏偏跑了过来。母后，母后不必大费周章，做不做皇帝，儿臣不会在意。当初不肯让位，也是不愿母后拿慕容依允当做交换条件。如今父皇已经病危，母后又想要这太子之位，拿去便是了。琪儿，你当真不在乎这皇位吗？是啊，母后，三哥淡泊名利，从来不跟朝廷官员暗中来往，他的朋友都是宁缺毋滥，怎么会有夺嫡之心呢？母后，切勿听信颜齐的花言巧语，若不贬他，难保他日后不会有侧福之心。二哥，你为什么非要置三哥于死地呢？晨儿，既然琪儿已经放弃皇位了，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。不行，他既然进了这皇宫，我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出去。难道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等今天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谁也别想阻拦我。不，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是，慢着。今日不知能否全身而退，有些话现在不说，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和依允真的已经过去了，即便是有遗憾，也无法回到过去。我对他的好，只是出于责任和愧疚。我现在只爱你一人，再一次失去他，我只会难过。若失去你，我便不能独活。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只想让依允养好身体，再解决此事，也无心多加解释。何况你也未曾给过我机会。傻瓜，早这样说就好了。不管今日事成与否，我必定与你同生共死。哈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拿下！是。谁敢？哥哥，妹妹，你就听二王爷的吧。原来你们早有此心，我如此信任于你，没有想到你却让我残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啊！妹妹，你就别怪我不念兄妹之情了，给我上！谁敢上？屠姑，延庆哥哥，你怎么样？受伤了没有？依允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有心救驾，但实在不了解宫中情况，刚好碰到依允姑娘，要不是她带路，也不可能顺利赶来。屠姑，辛苦你了，这都是慕容姑娘的功劳。皇上，皇上！依允，穿太医，快穿太医啊！